如果有一日你生病去睇醫生，醫生唔單止唔敢幫你睇，仲要偷偷地同你講，你快啲走，如果被出面嘅人見到我幫你打針，我同你聽日都會喺人間蒸發。呢句聽落好似係恐怖電影嘅對白，但在今日嘅緬甸卻係每日都在發生嘅真實日常。到底一個曾經充滿佛光、被譽為東南亞潛力股嘅國家，係點樣喺短短幾年之間跌落極致嘅黑暗深淵？當我哋平時喺香港諗緊去邊度食飯，下個假期去邊度旅行嘅時候，喺幾千公里之外嘅緬甸，當地嘅普通百姓正經歷緊一種超越想象嘅生存考驗。喺呢個地方，食物同乾淨嘅飲用水比黃金仲要難求，但係要買到一把槍，甚至係重型裝備，竟然比起去街市買一斤菜仲要容易。成個國家嘅法律同秩序已經徹底崩塌，取而代之嘅係軍閥割據、詐騙園區肆虐同埋無休止嘅暴力。今日我就帶大家揭開緬甸最令人毛骨悚然嘅內幕，睇下呢個國家到底點樣一步一步變成罪犯嘅天堂。事情要由2021年嘅嗰場政變講起，當時軍方突如其來發動政變，扣押咗民選政府嘅領導人，成個國家嘅命運瞬間被逆轉。但係最令人崩潰嘅唔止係政治上嘅動盪，而係隨之而來針對普通民眾嘅殘酷鎮壓。喺政變爆發之後，緬甸嘅醫療系統首當其衝，成為軍方打壓嘅目標。你可能會問，醫生救人係天職，點解連醫生都唔放過？原因好簡單，因為政變發生之後，成千上萬嘅醫護人員發起咗罷工抗議，組成咗所謂嘅公民抗命運動。軍方為咗懲罰呢班唔肯屈服嘅醫護人員，下達咗一道極其殘忍嘅禁令，嚴禁任何未經軍方許可嘅醫生私下為民眾睇病，特別係嗰啲喺衝突中受傷嘅示威者或者平民。想象一下，一個20幾歲嘅年輕人喺街上被流彈打中，或者一個老人家突然心臟病發，親人急忙抬住佢走遍成個城市，到嘅每一間診所都係鐵閘緊閉。就算有醫生冒住生命危險偷偷開門，只要被軍方發現，嗰位醫生就會立刻被控告叛國罪，甚至直接被帶去秘密審訊中心。有好多民間團體同國際組織都證實過，喺2021至2024年期間，有幾百名醫生因為私下救治傷者而被捕，有啲人甚至喺扣留期間被折磨致死。喺呢個國家，本應係救人嘅手被強制戴上枷鎖，而本應係避風港嘅醫院，竟變成了逮捕同恐嚇嘅陷阱。病患唔敢去醫院，醫生唔敢攞起手術刀。這種將醫療武器化嘅手段，徹底撕碎咗人道主義嘅最後底線。當醫療體系崩潰嘅同時，緬甸嘅民生活動亦陷入咗前所未有嘅絕境。你很難想象，喺呢個土地肥沃、曾經係東南亞主要大米出口國之一嘅地方，今日嘅百姓竟然要為咗一餐溫飽而拼命。因為長期嘅內戰同軍方嘅封鎖政策，成個國家嘅農業生產幾乎停頓，供應鏈徹底斷裂。喺好多被封鎖嘅地區，一袋普通嘅大米價格比政變前升咗成好幾倍，普通人就算有錢都買唔到食物。但係最諷刺嘅係，當食物變成奢侈品嘅時候，武器卻喺黑市上面橫行。喺緬甸嘅邊境地區同混亂城鎮，買一包新鮮嘅蔬菜可能要走遍幾條街，甚至要向軍警交昂貴嘅過路費。但係如果你想買一把衝鋒槍或者幾手彈藥，只要你有美金或者加密貨幣，喺暗網同邊境嘅黑市上面，幾分鐘就能完成交易。各種來自世界各地嘅走私武器，甚至是民間自製嘅重型槍械，充斥住成個市場。當一個地方嘅食物比起武器仲要難候，生存嘅法則就只剩反暴力。普通平民為咗保護屋企人，不得不賣走家當去買槍，而各種地方武裝同犯罪集團更加係憑借住龐大嘅軍火庫喺呢片土地上肆意劃分勢力範圍。講到犯罪，就不得不提近幾年震撼全球嘅網絡詐騙同人口販賣問題。緬甸嘅妙瓦底、KK 園區等名詞，相信大家喺新聞裏面都聽過唔少，但係實際情況比起新聞報道出嚟嘅更加黑暗同恐怖。由於緬甸中央政府嘅控制力徹底瓦解，加上邊境地區長期由地方軍閥同軍方背景嘅邊防部隊掌控，呢啲地方迅速演變成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最大嘅犯罪基地。喺呢啲高度武裝嘅園區裏面，聚集咗數以萬計被誘騙或者拐賣過嚟嘅年輕人。佢哋好多人只有20幾歲，原本以為係嚟做高薪嘅 IT 或者翻譯工作，點知一落機就被扣押護照，送入高牆鐵絲網包圍嘅化合物裏面。喺園區裏面，人身安全完全零保障。如果你完唔成業績或者試圖逃跑，面對嘅將係無休止嘅體罰、電擊、毆打，甚至係被轉賣到其他園區器官拆售。最令人髮指嘅係，呢啲犯罪園區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背後完全係有龐大嘅利益鏈喺度支撐。
軍方高層、地方軍閥同國際犯罪集團三者互相勾結。園區提供源源不絕嘅黑錢同稅收，而軍閥同軍警則提供武器保護同庇護。成個國家嘅邊境區域已經變成咗一個法律管唔到、人權唔存在嘅罪犯天堂。在這裏，人性嘅醜惡同貪婪被放大到極致，而無數受害者嘅呻吟聲卻被困喺高牆之內，無人理會。除了犯罪園區嘅人間地獄，緬甸政府軍對待自己國民嘅手段，亦係令國際社會感到毛骨悚然。喺2021年政變之後，軍方為咗瓦解民間嘅反抗力量，喺成個國家建立咗極其龐大嘅秘密審訊中心同監獄系統。最出名嘅就係位於仰光嘅恩生監獄。據許多曾經被釋放嘅政治犯同人權人士透露，喺呢啲監獄裏面，酷刑係每日嘅例行公事。無論係幾十歲嘅政治異見人士，定係只有10幾歲嘅參同示威嘅學生，一旦被送入去，就會接受各種超越人道極限嘅折磨。軍方甚至喺農村同反抗軍控制區實行極其殘酷嘅4斷政策，切斷糧食、切斷資金、切斷情報、切斷招募。為咗達到目的，軍方嘅空軍頻繁使用戰機同無人機，對無辜嘅村莊、學校、醫院，甚至平民聚集嘅寺廟進行無差別轟炸。喺2023年同2024年，多次發生過軍方空襲、婚禮同集會，造成數百名平民實時死亡嘅慘劇。對軍方嚟講，只要嗰個區域有反抗勢力嘅痕跡，成個村莊嘅百姓都可以被視為平民敵對目標。這種對生命嘅冷酷同漠視，讓成千上萬嘅緬甸人每日都活喺不知何時會有炸彈從天而降嘅恐懼之中。面對這種永無止境嘅黑暗，緬甸嘅年輕一代看不到任何未來。喺2024年年初，軍方為咗補充喺前線不斷消耗嘅兵力，正式頒布咗極具爭議性嘅強制兵役法。根據呢條法律，所有18歲至35歲嘅男性以及18歲至27歲嘅女性都有責任服兵役，時間長達2年至5年。呢個消息一出，成個緬甸嘅年輕人陷入咗極度嘅恐慌。對佢哋嚟講，加入軍方無異於要佢哋調轉槍口打自己嘅同胞，或者去前線做炮灰。但係如果拒絕服兵役，就會面臨長期嘅監禁同家人嘅被騷擾。結果，這條法律引發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嘅年輕人逃亡潮。數以萬計20幾歲嘅大學生、工程師、普通打工仔，紛紛嘗試通過各種渠道逃離緬甸。有錢嘅人試圖申請外國簽證或者留學，冇錢嘅人就只能選擇冒住生命危險，穿越設有重重關卡同地雷嘅邊境，偷渡到泰國或者其他鄰國。成個國家嘅精英層同年輕勞動力喺短時間內流失殆盡，留落嚟嘅只有一片狼藉同充滿絕望嘅社會。一個沒有年輕人、沒有未來嘅國家，正喺呢種內耗之中加速走向死亡。同時，緬甸嘅經濟體系已經完全崩潰，取而代之嘅係瘋狂嘅通貨膨脹同黑市交易。緬甸嘅官方貨幣緬元喺政變之後貶值咗超過幾倍。喺2021年之前，$1大概可以換1000幾緬元，但到了2024年，喺黑市上面$1竟然要換到4000甚至5000緬元以上，紙幣變得同廢紙差唔多。普通市民辛辛苦苦存落嚟嘅積蓄喺短短幾年內化為烏有，城市裏面嘅提款機經常冇錢可提，銀行體系陷入癱瘓，民眾對金融機構徹底失去信心。喺這種情況下，正規嘅商業活動幾乎停擺，但係非法嘅地下經濟卻異常繁榮。緬甸本身擁有豐富嘅自然資源，特別係翡翠、玉石同木材，但係呢啲資源依家完全落入咗軍方高層同地方武裝嘅口袋。佢哋通過走私翡翠同走私毒品，賺取數以10億計嘅美金，然後再將呢啲錢投入到買賣武器同維持割據勢力之中。緬甸嘅金三角地區毒品種植同提煉喺近幾年出現咗驚人嘅反彈，甲基胺、非他命同鴉片嘅產量創下近年新高。成個國家嘅經濟完全被毒品、走私、黑錢同軍火所主導，形成咗一個畸形而又頑固嘅利益共生體。除了經濟上嘅絕境，人民危機亦達到咗前所未有嘅頂峰。根據聯合國嘅統計，自2021年政變爆發以來，緬甸國內已經有超過3億人，或者說數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成為無家可歸嘅難民。喺好多受戰火波及嘅省份，成座城鄉被燒毀，農田被毀壞。呢啲無家可歸嘅難民避難喺叢林或者邊境嘅簡易營地裏面，缺乏最基本嘅食物、乾淨水同醫療設備。更加雪上加霜嘅係，軍方故意阻撓國際救援組織嘅物資進入呢啲地區，將人道救援作為一種施壓同恐嚇嘅政治工具。
喺呢啲難民營裏面，疾病迅速蔓延，營養不良成為普遍現象。特別係幾歲嘅小朋友同老人家，每日都有人在寂靜中死去。國際社會雖然多次發出警告同制裁，但係喺複雜嘅地緣政治博弈之下，救援物資往往很難真正到達最需要嘅人手中。這種人為製造嘅人道主義災難，正在默默消磨住這個民族最後嘅生存希望。你可能會問，喺呢種環境之下，緬甸嘅基礎設施同日常生活到底係點樣嘅？答案係回歸到了原始狀態。喺仰光或者曼德勒呢啲大城市，電力供應變得極其唔穩定，每日停電好幾個鐘，甚至10幾個鐘係常態。到了夜晚，成座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唯有軍方高層嘅官邸同少數有私家發電機嘅高級酒店仲亮住燈。停電唔單止影響居民生活，更加讓工廠停工、商業停頓，連網絡信號都被軍方隨時切斷。軍方為了阻止反抗勢力傳播信息同組織行動，頻繁喺衝突地區進行實時網絡封鎖。喺某些邊境區域，網絡已經被切斷咗好幾年。現代社會高度依賴嘅通訊同信息喺呢度被徹底剝奪，人們彷彿生活喺一個同世隔絕嘅孤島裏面。外部世界聽唔到佢哋嘅呼救，佢哋亦無法知道外界嘅變化。這種信息嘅封鎖同控制，讓恐懼喺黑暗中無限放大，亦讓犯罪行為喺無人看見嘅地方更加肆無忌憚。最後，最讓人痛心嘅係對下一代嘅摧殘。緬甸嘅教育系統喺這幾年裏面幾乎完全停擺。政變爆發後，數以萬計嘅老師同教授加入咗罷工運動，拒絕喺軍方控制嘅學校裏面任教。無數嘅學校被軍方佔領，作為臨時軍營或者扣留所，甚至成為空襲嘅目標。幾歲到10幾歲嘅小朋友失去了接受教育嘅機會，佢哋嘅童年沒有書本同玩具，只有槍炮聲同逃亡嘅記憶。更加可怕嘅係喺長期嘅混亂同貧困中，兒童兵嘅問題再次嚴重惡化。無論係軍方定係部分地方武裝，都開始招募甚至強徵10多歲嘅青少年入伍。呢啲本應喺教室裏面讀書嘅孩子，被勢比一把槍推上了充滿血腥嘅前線。佢哋嘅價值觀喺暴力中被扭曲，生命喺衝突中被消耗。當一代年輕人冇接受過教育，只學會咗點樣使用暴力，這個國家嘅未來到底喺邊度？這或許係緬甸目前最難以撫平嘅傷痛。回看緬甸嘅現狀，從醫生被禁止救人，到食物不如武器容易買到，從龐大嘅詐騙園區到被剝奪未來嘅年輕人，呢個國家嘅每一個角落都充斥住無奈同悲傷。它唔單止係一個政治危機嘅樣本，更加係一個現代社會喺秩序崩潰後點樣快速墮入黑暗嘅真實警示。成個緬甸嘅故事話俾我哋聽，和平同法治從來都唔係理所當然嘅。當權力失去咗制衡，當人性嘅底線被輕易跨越，一個原本美麗嘅國度可以在短短幾年內變成罪犯嘅天堂同平民嘅地獄。希望有一日，這片土地能夠重新迎來真正嘅曙光，讓嗰度嘅人民可以唔再活喺恐懼之中，重新過上尊嚴同平靜嘅生活。